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齐英莹。昨日跟咱讲过，已经到秋分啊，早暗会较凉冷，提醒乡亲时大，真正穿好少，唔通感到。是毋是开始来关心这个宜兰三星厂的消息？短短2个月尔，宜兰三星厂这个批发价小就起7倍，为7月这偌济，39块几，即马偌济280块。而且惊人是因为中南部一寡厂的产地受到进前落大雨影响，交货量甲品质拢无稳定，才互这个采收较正常的三星厂的绩效呢一直起。这个厂仔饼内面到底要放偌济厂仔，才卖了钱，互这个业者真伤脑筋。拄出炉的葱油饼真好食，每一喙拢有食到三星葱的好滋味。不过，加愈大喙，头家即马咧可能心是愈痛。三星葱的价销一路起，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统计，7月初二每公斤的拍卖价是39块以上，8月初二是翻倍起到超过103，9月17是起到280.06，这就是起7倍外，是今年上悬的纪录。现在就是到货量很少啊，都剩下1/4、1/5的量嘛，所以现在还是保持在260左右。今仔日的批发价是来到每公斤257.87，贵价呢是因为中南部青葱的产地受到进前大雨影响，交货量甲品质无稳定。宜兰三星葱虽然是供货正常，但是量无到供应全台，物件若少就贵，妈妈送拢买袂落手。这小食店的头家娘嘛讲，这葱啊，即马得爱放较少小块。没有太提，就量少一点。就量少一点，无卖好啊。对啊。价小要等到回落来，等到稳定，恐惊得爱到后个月，中南部的产量缀着脚步，才会当恢复正常。